研究發現原來 Z 世代嘅專注力得8秒。咁你想唔想知道你嘅專注力同觀察力有幾強呢？試下細心觀察以下5段10秒嘅短片，然後睇下可唔可以答中以下10條問題啊！而家開始啦！賀卡上面有幾多朵花呢？有2朵花。以上邊張圖係曾經出現過嘅呢？答案係1。幾多個氣球上面有文字呢？3個氣球。以上邊張圖係曾經出現過嘅呢？答案係1。件衫上面有冇印咗文字呢？有，件衫上面印咗媽媽呢個字。以上邊張圖係曾經出現過嘅呢？答案係1。籠入面有冇雀仔呢？冇，籠入面冇雀仔。以上邊張圖係曾經出現過嘅呢？答案係2。以上邊張圖係曾經出現過嘅呢？答案係2。件衫上面印咗乜嘢品種嘅花呢？印咗康乃馨。你答中幾題呢？請留言話俾我知啊！多謝晒。